今日係2011年嘅1月24號，我哋啱啱今日嚟到蘇黎世，瑞士嘅蘇黎世。而家天氣咧幾好，差唔多下晝5點鐘。香港時間嘅夜晚11點20分，喺呢個時間嘅下午5點20分。呢個蘇黎世湖都幾靚，而家日落緊。Micky 又喺度影緊 movie， 我又影 movie 影佢，我哋兩個喺度鬥影。今日天氣都幾好，好多天鵝啊、水鴨。好嘢喎！5點幾仲有好少陽光喎。介紹啦，你話介紹嘅？瑞士蘇黎世。好多嘢，好多。哇！越嚟越多啦，太多嘢食啦，太肚餓啦，太肚餓。